国际消息来看，联合国大会七十表决，以143票赞成、9票反对、25票弃权来通过，要求联合国安理会重新考虑予巴勒斯坦加入联合国正式会员国决议的草案。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伫大会是起一个袂晓讲，现场甲联合国宪章掠破。因那美国伫咧表决进前就有讲明，讲就算通过，嘛会搁一届动用护国权。Draft Resolution A/ES10/L30/Rev1 is adopted. 聯合國大會伫隨即表決，143票贊成，9票反對，25票棄權，壓倒性的票數通過，要求聯合國安理會重新考慮予巴勒斯坦加入聯合國正式會員國的決議草案。不過並無可以完全會員的地位加資格，只有參加的資格。A yes vote is a vote for Palestinian existence. It is not against any state, but it is against the attempts to deprive us of our state. That is why the Israeli government is so opposed to it. 包括捷克、匈牙利、阿根廷、以色列加美国等9个国家投反对票，德国、英国是投弃权。不过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伫表决进前就已经讲，就算是草案通过，巴勒斯坦立联的申请若送到安理会，美国将会甲今年4月同款再一遍用护国权。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伫投票进前的发言就批评安尼始做正见效，甲联合国宪章加求抗议。You are shredding the UN Charter with your own hands. You have opened up the United Nations to modern-day Nazis, to genocidal jihadists committed to establishing an Islamic state across Israel and the region, murdering every Jewish man, woman, and child. 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伫咧2011年9月无法度得到联合国承认加入独立会员国。联合国伫咧2012年决定，将原本非会员观察员实体地位改做敢是梵蒂冈的非会员观察员国。公司新闻张伟林、张建光编译。